台中丰原社批路附近的沟仔，这两天说是熊熊臭毛毛，竟然是有人去偷倒喷。这环保局早起是赶紧去google起来，不过因为附近无监视器，环保局目前也搁咧查讲到底是谁倒的。另外，为着对源头减少喷的量，台中市是补助民众买家用的喷处理机。不过因为这名额是干那1万个，今仔日打开放申请，这网站就人坐甲高涨。清洁队员将水面的浮油甲喷豆豆鼓起来，边个放油素，防止喷的范围扩大。台中市丰原区社批里的居民前日发现附近的灌溉沟仔内底有大量的喷，一直传出臭味。台中市环保局接到通报，确认是社批路的灌溉沟仔做着违法倒喷。当地居民认为是外地人趁半暝来偷渡，而且数量也无亲像是家户的喷。这外地啦，这外围来啦。这不是阮家啦，这可能半暝。昨天来看的时候，也发现我们上游跟下游的部分其实都没有油污的，可以感觉到目前疑似就是都集中在我们这个开阔的这个区域。那后续的话，也看到今天清洁队也立刻来做后续的处理，昨天已经做初步的处理。环保局查查透早派人到现场来告喷，另外派水车将暗沟内底看无到的油给冲出来。暗沟包含民间甲路口监视器的角度拢无翕到这位置。目前环保局议员咧追查，若查到对照废清法来开发。昨天晚上视线安全问题，所以有先做一部分，今天早上也有在进场，整个把它环境先恢复原状。现场的民众跟就是路口的监视器没有办法拍到这个角度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会完成一个监视器架设，针对这个区间的部分，全部把它在镜头可以捕捉到资讯的部分，后续来监控跟处理。台中市政府为解决喷的问题，1月初2启动交付喷的处理器补助，暗过一开放，有5000人伫线顶申请，互官方网站甲 App 煞超载未叮当，因为全期间的补助1万元，并在批评配套无够，名额太过少，要求市府增加预算。市府经发局表示，会看这边的状况，甲市府预算，佮进行评估。记者综合报道。